又想變靚，但皮膚又容易紅又易敏感，一直對醫美項目卻步咧。等等，俾我揾到呢一部專為敏感肌而設嘅醫美假新創，Silvermed直谷電波啦！呢個簡直係敏感肌嘅偷偷變靚救星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佩華。唔知你哋有冇同我一樣皮膚係極度容易敏感嘅咧？特別係做完戶外運動之後，例如行山、滑水、曬完太陽之後，皮膚敏感情況更加嚴重啊！又想變靚，但皮膚又容易紅又易敏感，一直對醫美項目卻步咧。等等，俾我揾到呢一部專為敏感肌而設嘅醫美假新創，Silvermed直谷電波啦！呢個簡直係敏感肌嘅偷偷變靚救星啊！仲攞咗 FDA 認證，安全可靠，仲有好多外國唔知喺度用緊㗎。等我講下呢部機有咩咁厲害啦！呢一部機採用雙波微針射頻，仲可以一機同步解決多項問題。佢有兩個模式㗎，分別係 P-Dub Mode 同埋 C-Dub Mode。C-Dub Mode 咧係負責重建真皮層，改善皺紋，即時有提升緊緻嘅效果㗎。而 P-Dub Mode 咧就係負責修復肌底層、徹底根治色斑同埋泛紅嘅問題。採用雙極射頻方式，快狠準解決皮膚問題。而 P-Dub Mode 咧係專為敏感肌而設，選擇性修復受損組織，有效改善敏感泛紅問題，即時達至緊緻提升，可以淡化細紋，一機多效，仲唔使預約體驗？